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丰收的国安人员有提供50人的名单，予检调单位。伫咧暗头啊，交通部处长也亲身去华航总部查明真相。台湾天高热的夜情全国排第2名，也发现古迹德化堂大楼地下室有积水生网情形。日本东京奥运今日开始倒达1年的时间，有反对的团体认为开大钱，归期卖办。头先，咱来关心国安人员走私分的案件。国安人员吴宗宪张刑家已经放收押，检察也根据着吴宗宪所提供的买物件这个50人的名单，怀疑国安局的官员是集体来犯案，有可能是会愈查愈悬。总统府今仔日也举行记者会，强调对这个走私分的要来查，也宣布着这个国安局长是由退伍会主委邱国正来接任。今天任命国军退出役官兵邱国正主任委员为新任的国安局局长。在国安局走私分案件爆发第3天，总统府临时宣布，国安局长会由退伍会主委邱国正接任。就由以过去在日本司令时的治军态度整顿国安纪律，检调也甲国安局人员吴宗宪甲张刑家来升压，其他包括司机这10万的8人是交保护团。检方认为吴宗宪就由总统出访来买分至少3摆，也对伊当庭所讲出来50人的买分名单，发现大部分是国安体系军职人员，无外交部的人员，怀疑国安局官员可能集体犯案，案情无排除向上发展。他所涉的次数呢，并非单一，金额也不低了。就认为说他勾串或灭证之余也是具备的。认为说2个被告呢都有羁押的必要呢，并与禁止接电通信。察局他也是依法行事嘛我想只要有犯罪的话检调都是要依法来办理的啦不管对象是谁。而这个案件也牵拖到情调，总统府讲，确实在蔡总统就任进前就已经形成这个歹习惯。被点名的情调，马政府马英九办公室出面来说明，应该要公布所谓的团购名单，这才是正办嘛。把责任都推给前朝，我想国人也看不下去。在揭发这个案件的时代力量立委吴国昌临时到桃园机场去勘查，也批评总统府，讲5台运这个分的货车属于总统府，唔来要求总统府讲清楚。马爱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来出面说明。我发文去总统府问，说呢5部货车现在在哪里？目前所得到的公文回复是他们拒绝提供。当天所有的勤务车辆都是由总统府的4位室的特勤人员来统一调度派车的。监察委员高永成甲王美玉已经筹备立案调查，即阵先予行政机关进行内部调查，监察院则搁进行整体调查。对50人的买分名单，即要有公务人员牵涉不法，一定会查到底。借由总统的专机出访的期间，这个做法滥权到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于法、于情、于理都不合。有检调认为，就由总统出访来买这个免税分，已经真多国安人员侵败习惯。吴宗宪甲张刑家2个人应该只是人头，即阵正赶紧来扣案资料，无排除最近发动一波的收查甲约谈。记者综合报道。国安人员走私分这个案件到达已经到了第3天，华航一直拢无交报告给交通部，林佳龙非常的不满，也派交通部处长王国材今日暗头去华航总部来调查。王国材表示讲，目前已经有掌握历史以控年以来总统专机的资料，华航是一直拢有伫咧配合。华航也回应讲，内政部的行政调查已经出来会向交通部来说明。国安人员利用总统专机私查9800条的分，各界质疑华航有暗号嫌疑。为了厘清真相，下晡5点，交通部处长王国材亲身到华航总部展开调查。2014以来，大概在总统专机都大概有类似的行为一开始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配合？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有真相才有改革，才会有真正具体的方向国安人员7月8号对华航免税品系统后台陆续订了5笔645万块的订单，
这批粉当时被放伫华航空中厨房仓库，假说是专机下来的废物被运出。事件爆发40点钟，华航无交报告，交通部长林佳龙不管，只是处长王国才进驻调查。在第一时间都应该对外来公开涉及到的疏失跟责任我们也绝不宽待，配合司法调查、行政调查要同步来进行，而且要在最快的时间提出检讨报告。林佳龙讲，国安特群牵涉大量采买粉已经有5-6年，跟华航人事无关系。不过要求华航秉持公开透明，对外讲清楚。关务处也召开记者会，检讨特殊的台务通关停书，落实控管机制。华善空厨的部分呢，我们认为是他对于整个保税仓库的经营管理有不善的地方请华善空厨那边对案情陈述意见后，依照海关缉事条例跟相关的法规去做裁处。而华航是讲内部行政调查已经出呀，不过敢若向交通部报告，不愿意对外透露。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防部发表上新的国防白皮书，里面讲到保卫国家主权统一，特别来批评到台独的势力是两岸和平上大的威胁。咱台湾的陆委会甲国防部拢表示抗议甲谴责，认为这是统战的步数。另外，香港反送中是愈来愈大，中国的国防部也强调讲，因是有伫咧注意，袂堪要挑战中央政府这款的威权。经过4年，中国国防部发布新时代中国国防白皮书，专门超27000字，宣告中共保卫国家主权的决心甲意志。其中有一篇真大篇伫批评台湾独立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上大威胁，中国一点仔都袂当少，歹徒是死路一条。搞台独是死路一条，如果有人胆敢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其中的内容，佮批评民进党政府靠势外国人，甲进前的国防白皮书比起来，台湾问题偏颇增加，用词嘛佮较来，而且伫咧国防政策面顶，嘛宣布是军平时代中国无论发展到倒一步，拢袂走向追求霸权、国强必霸的旧路。陆委会表达抗议，也佮有谴责，认为北京政府就两岸议题扩大军武，佮请社工对台湾动用武力。国防部是回应讲，这是中国一向伫用的统战把戏。观察中共白皮书的内容，主要是重点在于向外界说明中共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向。这也显示中共企图淡化国际间对他中国威胁论的疑虑，展现他们统战的一贯伎俩。针对最近香港反送中运动是愈战愈热，中国国防部对香港独立势力变卦是要安怎处理？吴肯伫咧记者会面顶无直接来回应，敢若讲以主军法，那就是伫讲解放军会当解决香港的问题，会密切关心香港形势发展。若是要挑战中央政府的威权，达到一国两制底线是袂当吞忍的。记者综合报道。香港顶礼拜发生了穿白衫的乌刀拍民众的事件，示威者今仔日透早也利用上班的时间，经伫咧地铁站来发起着无爱合作的运动，要让这个地铁是袂顶袂动。香港民意研究所也指出讲，特首林郑月娥的声势真歹，民众认为香港政府甲警察的问题较严重，会使谅解这个示威者所造成的不便。青年挡伫咧车厢和月台的浪旁，不爱互车门关起来。大批上班族嘛无法度上车，拢挤伫咧港铁的金钟站。反送中示威者不满211关岛地铁发生穿白衫的人拍人的事件，拜三早起选伫咧港铁进行不爱合作运动，怎造成列车出现慢分。过程当中，一度有民众和示威者发生口角冲突，暗过嘛有乘客就算上班庇護，嘛願意支持。都 OK 嘅嚇，佢哋都想做啲嘢啫。我少少嘅時間唔係啲咩話唔值，即係唔係啲咩話唔值得犧牲嘅嘢。元朗衝突事件後反送中抗爭，擱再升溫。根據香港媒體報道，穿白衫的人比例增加到11位，但是港警無及時去現場阻止拍人，造成幾大位民眾受傷，有關受到輿論強烈譴責。香港民意研究所指出，特首林鄭月娥6月底民望指數創下新低，滿分100分，敢若摕到32.8分，7月初上新民調留等來到33.4分，但是負責草擬法案的律政司長鄭若驊21.6分。
分，创下历任官员上低分。民众对港府的支持度拔到底，研究人员观察，就算示威者发起无合作运动，影响到乘客，但是短时间内大部分的市民拢会当谅解。警官这个问题实在还是太大，还没有好妥善处理好的话，其实就算发生其他不合作运动的话，其实市民还是谅解的，还是比较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发生。戴志辉嘛讲，只要无合作运动，未使用武力，以及对民众的影响有限，暂时阁未失去民众支持。抗争场地转去公共场所，有网友就发起7月26礼拜5，伫机场接机大厅集会，争取国际旅客关心香港情势。727发起公互元朗反对乌势力的抗议。728上宽追究开庆大游行，一直到8月拢无休，逐礼拜拢有游行路线等要批准。民电是向61间外国驻港领事馆写批，呼吁因对家己的个人发出旅游警示，避免因变成警察和乌势力或被使用暴力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出兵协会头摆争取到亚洲国际灰色出兵经典赛主办权。本地伫10月30到11月初3，要伫台北来举行。想要到协会伫咧23暗时发布紧急的公告，取消台湾的主办权，改由香港来主办，而且地点是办伫中国的台湾。台湾主办的国际比赛，哪像过去互压迫？中华民国出兵协会23暗时伫官方网站发布紧急公告。表示讲7月2日临时收到国际出兵总会的通知，理事会决议取消台湾的主办权，原本定伫咧台北10月30至11月初3的比赛，改伫咧中国东莞来举办。如果是因为用这种比较类似政治因素啊来干预体育啊，我想对我们来讲，对国家来讲，对我们所做的这个筹备啊是非常不公平的。台湾过去捌举办真济届四大洲花式出兵锦标赛，这届为着要有更较侪台湾人熟悉出兵，今年头一届争取到亚洲国际花式出兵经典赛的主办权。协会原本已经真拼是伫准备比赛，想要到国际出兵总会临时写批来，改换香港协会来主办。外界质疑敢会阁是中国来讲压迫，才会取消台湾的主办权。国际总会的来信有提到国际情势这件事，我们今天上午有跟他们确认，其实他们的来信并没有讲到说是因为国际情势的关系，所以台湾不适合主办。体育署无承认讲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毋过台湾举办大型国际比赛，最近已经是第2届去互取消。原本定伫咧今年8月份台中举办的第1届东亚青年运动会，市政府迄当阵投资6亿7600多万来进行场馆的改建甲增加，所以常常去互中国来反对。出兵协会目前搁伫处理收煞的工课，体育署是讲会请外交部中华奥会来斗3工表达抗议。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让看做上届有影响的台北市长郭文德，今日接受到网络的媒体专访，头摆讲到伊在9月初一进前会做出决定，有风声讲伊会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来合作，伊的牵手陈佩琪也在面册铺文，写着敢要选总统是尊重郭文德的决定。讲应该是9月1号，因为要连署要2000个点，是有在布局的打算。那所以你们再等到9月1号再讲吧。郭文德第1届开喙讲到，讲要参选2020，伫咧9月初一进前就正式公布。毋过即马却传出讲郭文德若是较无想要选，想要听郭台铭参选，双方嘛有可能来结盟。郭文德的太太陈佩琪伫人面册铺文表示，若是郭文德感觉讲会当替人民过更较好的日子，安尼就去做。无论你伫啥物职位，对我拢无差，尊重你的决定。我怎么想法？为什么？就是这样嘛，深呼吸，放轻松，继续往前看。以后历史上会出现一个新的成语“取须当取陈佩琪”。他有时候他嘴巴念，他每次他决定什么，他念完以后还是会帮我。等郭董事长回台湾以后，再来听他的意见吧。跟柯震宇这边，目前郭董你们这边都没有任何的联系吗？对，没有哎。郭台铭甲郭文德结盟目前还阁无确定。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认为郭郭两个人确实有可能来合作，毋过郭台铭是国民党的党员，应该爱以大局为重。韩国瑜嘛批评郭文德无中心思想，这嘛互郭文德公开甲伊吐槽讲，敢讲9二共识就是伊的中心思想。难道一中各表9二共识叫做中心思想？不会吧？最近开始在批，不会啊，这很正常啊。这个一条线有没有？虽然过去没有见到也，不，我就觉得这样的。
第一个有竞争也不是什么坏事。其实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没有那个说以前帮助过人家，要人家一辈子记得。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坦白讲啊，他去年选举他没有来台北站台，已经还我了。对韩国瑜的政治声势变悬，要直接来挑战总统台位，郭文泰嘛一直累积伊的能量。未来韩韩两个人敢会是总统大选的敌人，嘛是政坛大家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关心天狗日疫情，今仔日率来8上树仔来看这个树仔坑敢有炭病棒。另外，国民党会伫28全大会时阵来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2020年的总统。目前知影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是无要出席，也若讲到这个拿军要来整合郭台铭，会是韩国瑜上界大的挑战。我还年轻啊，我体力好。无过边仔的人主动，韩国瑜一下就爬起去3公尺悬的树仔砍渣，互下边的人拢真紧张。视察高雄前镇区天狗日疫情，韩国瑜意外爬树仔，就是要看树坑内面是毋是有积水滋生炭病网。尤其是前2天落大雨，高雄市区阁淹大水，行政院长苏贞昌口说高雄无市长，互韩国瑜挡袂牢，阁架空甲抢倒转去。高雄没有市长吗？我跟你讲，我就说苏贞昌现在是独眼龙在看问题，只要看到高雄蓝军执政的这只眼睛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我这个市长在这边正在防治登革热，他没有吗？我是空气人吗？韩国瑜关心市政议题，嘛要拼选举，提出副手人选的条件，爱介意国际事务和国际经贸人才，讲要和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真相像，外界解读是伫咧向郭台铭温情发声，展现上大诚意，毋望拿军成功整合。他都很关心副手的条件，因为你在专访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部分。可是我们现在高雄市民最关切的就是登革热。韩国瑜避免讲副手的话题，只是28全大会特别登场，以决心团结、平反执政做主体，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包括朱立伦等初选对手拢会出席。敢若郭台铭人伫咧国外，确定无法度参加全大会，互拿军所期待的韩国放下心结，扮演大团结的希望无法度实现了。当今的国民党如果不团结，你反扑什么，将来都是南柯一梦，一场空。国民党整合的温柔铺上台面，郭台铭去到国外思考，关掉沟通的大门。韩国瑜和郭台铭到即马拢还未见到面，搁再加上郭台铭和郭文哲合作革命的传闻不断，要安怎挽回郭台铭团结国民党，会是韩国瑜未来上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台湾各地头的新闻。疾管署伫今仔日有上新的统计，全台湾拢总有60例的本土天狗热病例。台南目前是有16例，是全台湾第2悬。也因为甲高雄相隔壁，这个民众有影真紧张。就像台南的南区文南里，昨就发起着里面来掠水鼠的比赛。今仔日也有民众发现讲，市定古迹在活动会搬入大楼地下室有积水，也随去通报啊。里面和社区之间同关100多人，有人找积水容器，有人查买地的马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查看水池。3点钟落来，一个废电台，一个废马桶，拢发现水池，互卫生所开发。这是台南南区文南里第23举办的掠水池比赛。就是会惊，毋知会动较侪人，吼，这个总动100几个人。啊，文南里哦，因为2000几户，范围也真大，每一组的人哦，分做2组，啊，出去遐里来哦，大家小项比较顺。全台湾到7月2日，总共59例本土性天狗热。台南病例数是全台湾第2悬，总共有15例。佮含已经累积44件病例的高雄相连，嘛互台湾人会当讲是听到网啊就惊。亲像台南市定古迹伫化长的附属大楼，后面仲发现地下室积水，佮一度传出有人看到真侪网啊伫飞，互卫生单位接到通报，随去现场，好加载只是虚惊一场。1个礼拜都会下去看一次，应该是抽水马达去有雷电怕掉。我们在想是这样，我们没有在积水的。屋主现在也马上抽水，把水抽的那个水抽掉，然后我们卫生单位也已投药。
防疫人员清早了后，卡进无水池和网啊，业者嘛当咧排水，所以唔免罚。但是这嘛出现民众一看到这水就真惊，尤其是滴化长，挖近游客真多，孔庙上宽和府中街，佮含台南天口热疫情热区开山里，敢若隔一条街仔路，嘛无怪民众真紧张。都惊讲一无细哩，佮互拖地网大量滋生，佮再发生4天前本土型天口热伫咧台南大流行，佮带走100多条人命，遐尔凄惨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不管是拢有人去佚佗，这就咧外岛当咧推塞低碳的交通工具。不过，昨伫绿岛发生了2件电动自行车家己烧起来意外，险险烧到当地信用中心观音洞。根据警方的了解，未说是游客骑这个电动自行车暗时出外拍走，熊熊出火导烟，也好加在过意外，无人受伤。现场的火烧甲真旺，四界冒烟散布。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派人来现场抢救。这是台东县绿岛乡的观音洞，是当地民众的信用中心。23暗时传出火灾，因为附近拢是草坡仔甲拿豆，火是烧甲真旺。消防人员总共来回3届，总算是把火拍花。都是杂草、林头树这样而已啦。你扑灭以后，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时候再去一次，这样大概复燃，所以才会烧差不多7000平方公尺。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场火灾难就是因为日本籍的游客骑电动自行车伫暗时佚佗的时阵，熊熊呛白烟，结果伊赶紧甲车弹咧走去，好佳在无造成任何人受伤。其实为着要打造低碳岛，政府几年进前伫平湖、琉球、绿岛、兰屿这外岛推销电动车节能政策，鼓励民众甲游客来做。不过这几年以来，效果是无啥好。目前伫绿岛嘛是各有75%的节油的机车。大部分的业者会甲唔免挂牌的电动自行车，做服务驾驶的人也是外国游客。电动机车因为它是比较早期一次购买的，爬坡起来就没有我们自己骑车的感觉。那再来是租电动机车的钱也比租这个一般燃油机车高，所以就经济的考量，就习惯的考量，台湾的本国籍游客不会来租用。环保团体认为，若是民众较关心、较有力的石油乌托拜了后，面对电动型的乌托拜吹袂行的时阵，就感觉无适应，佮加上外岛较外海，高盐分的环境本来对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有一定的影响。要安怎克服环境因素，而且做技术性的调整，拢是政府所落来爱去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风声，一个甲级事业废弃物处理业者要伫咧新竹关西来设厂，引起着居民甲环保团体去抗议。也环保团体也讲，一个处理厂伊未距关西的净水场离无到300公尺，那这附近阁是重要的红山溪，那准互因顺利来设厂，是影响到食水安全。对空翕画面会当看到，工厂有定地就伫咧红沙溪边啊，而且离关西净水厂较无300公尺远。根据业者的登记资料显示，因专门回收处理废电子零件，当地乡亲烦恼讲，万不利若有影工厂起好，会严重危害到规个关西镇。你要我们相信他，或者说我们不信任他，这都不是重点。我们关系欢迎的是，不要造成环境有重大污染的污染源。开始说是设办公室，可是到后来又反复说设是厂房。那为什么不依这一个饮用水管理条例这个里面的这一个设定，就是在水源地的上方，不得让它设厂？对乡亲的担忧，当地镇长嘛甲县长面前表达希望县府卖核准业者相关的申请。县府表示后续会严格把关。当然，民众的坚持，我们一定公所会替他们来协助把关。公司目前只有设厂房，没有任何的行业别跟制程。那未来如果他送我们环保局做申请，那确定他是要做处理业的话呢，我们环保局这边会严格的审查。县府强调讲，业者到即阵除了申请审议都市设计，并无明确讲出厂房起来要做什么用途，所以县府也未确定。若是要做甲级事业废弃物处理厂，都一定会面临爱做环评，袂互对环境有害的业者入来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消费局有甲温固定站税所在委托许涵怡福利基金会开设了固定工坊收作所，来照顾这的身心障碍者。
不过基金会讲，5月22日的时阵要去征收，说互这管委会刁难阻挡，本地7月要来开幕，煞爱延前啊。消费局也强调讲，管委会安尼做已经违法，相关会当罚款50万。捷运高亭站周围黄金地段一栋15层楼的连开主体，消费局承租2楼90平的空间，委托喜憨儿福利基金会开设高亭工坊小作所，却是遭到大楼管委会强烈的反对。不过，刚13楼的厝边却是来成员喜憨儿基金会。我觉得啊，其实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啊，应该不要排斥，对，要主动去接受。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文明的社会，那要容纳不同的文化跟声音。那有缘当邻居，应该大家学得互相包容跟尊重。我觉得其实他不用阻止，因为像他们世纪空姐在这边做生意，所以出入应该是都还 OK。这个高亭工坊小作所主要服务是照顾轻重度心智障碍青年，指导因学习一级之长，建立团体生活，原定7月开幕，延国基金会讲，在5月2日进场征收，却是互管委会阻挡。社会局7月15举办说明会，想要甲住户沟通，延国管委会却是打出公告，建议住户莫参加，表达社区无同意工坊进驻的立场。结果最后连一个住户拢无来参加，社会局不排除行法律途径来争取权益。对于这个社福团体，或者是声音障碍，或者甚至是艾滋，这样的一个社福团体或者是机构的这个进驻呢，其实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不能够去违反这样的规定，因为这个是属于基本人权的一个部分。管委会坚持反对工坊进驻，已经违反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会罚10万到50万块。社会局讲，社福机构走向社区化是未来的情形，但过社区住户大部分意愿无悬，主要烦恼影响厝价，也有观感无好。对此，社会局澄清，对着厝价变动无大，也希望管委会释出善意，社方会使协调沟通，消除这个迷思，希望尽紧进场时间9月中开始对外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消息。人讲好无十全，歹无佳能。2020年东京奥运自今仔日开始到达1年的时间，街头路尾拢会当看到宣传的内容。不过，有一个反对奥运的团体伫咧东京召开记者会，认为这款的行为拢是咧开大钱，卖办上好。每年7月24，也就是1年以后，东京奥运就要开幕，这几天拢有相关的庆祝活动。国际奥会主席巴赫第33个运动项目的活动单位内底宣传结业，甲囡仔人来佚佗，因为伊是1976年的奥运结业金牌选手。特に話し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オリンピアになれ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伫咧东京商业区日本桥，运动体操女选手田山爱理、游泳国手伊藤花音，替东京奥运到达时间1年的大型装置来开幕。东京街路嘛出现奥运5个款的标志，国家代表队各项目的主力选手的海报，嘛拢搭起咧建筑物的壁面顶。选手追求的金银铜牌嘛公布啊。国际奥会表示，目前整体筹备甲执行全部拢真稳定。Over 200,000 people have applied for 80,000 volunteer positions, of close to 80,000 tonnes of used mobile phones and electronic devic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medals, $2.2 billion by moving to existing venues, and then another $2 billion in operational cost savings. 反奥运团体23嘛伫东京举办記者會。開催費はすでに3兆円とも言われ、巨額の公費が一部企業に湯水のように流れる一方で、貧困者は立ち退かれ、排除され、追いやられています。圣经会是东京奥运真互人关心的议题，因为近代奥运主办城市拢是了解较济，就惊讲东京是后一个。国际奥会对这个代志特别谨慎。2016年里约奥运开超过100亿美金，是原本预算的3倍，负债到今佫无解决的方法。而且甲面对要600件的债务诉讼案，2004年雅典奥运开超过150亿美金，去用认为是希腊政府强要破产的原因之一。1976年蒙特罗奥运了是超过15亿美金，用30年的时间才行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2甲巴基斯坦总理有会面，说讲一寡有争议的言论。伊也夸口讲，会使伫10天以内，互阿富汗彻底消失，引起阿富汗的人民来愤怒。佮再讲到印度总理莫迪，把爱伊来调停克什米尔争端，所引起到印度政府来否认有这款的代志。
美国总统 Trump 日伫北京接见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汗，在讨论阿富汗问题时阵，向讲大声话，讲家己要消灭阿富汗是道德年鉴。We're like policemen. We're not fighting a war. If we wanted to fight a war in Afghanistan and win it, I could win that war in a week. I just don't want to kill 10 million people. That if I wanted to win that war, Afghanistan would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It would be gone. It would be over in literally in 10 days. 讲这个话，让阿富汗的人真生气。阿富汗总统甘尼办公室发声明强烈谴责，阿富汗绝对袂允准任何外国势力决定家己的命运，要求美国政府透过外交手段和管道，讲清楚 Trump 和巴基斯坦总理见面的时阵讲啥。阿富汗前总统卡扎搁伫推特顶悬呛讲 ，Trump 无可能消灭世界屋脊。除了讲阿富汗野争议 ，Trump 伫咧讲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上敏感的喀什米尔争端的时阵，讲起这件代志。So I was with Prime Minister Modi 2 weeks ago, and we talked about this subject. And he actually said, "Would you like to be a mediator or arbitrator?" I said, "Where?" He said, "Kashmir, because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many, many years." 因为印度一向反对第三方介入喀什米尔的议题，这个讲法随和印度政府否认。I would like to categorically assure the House that no such request has been made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 the US. I repeat, no such request was made by the Prime Minister to the US President. 主本应该是要解决问题的元首会谈，却因为争议的言论颠倒引起较侪风波。川普大声话嘛，互伊再次变成全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伫台湾时间23暗时，宣出前伦敦市长江森来接任党魁，这做英国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第16位的首相。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分析，江森除了面对这个保守党国会无过半问题以外，也爱针对着脱欧的议题来思量。It is deliver Brexit, unite the country, and defeat Jeremy Corbyn. And that is what we're going to do. 特别接任英国首相的Johnson，上大先爱面对的重大议题，就是英国什么时阵正式脱离欧盟。We're going to get Brexit done on October the 31st. We're go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all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t will bring in a new spirit of can do. And we are once again going to believe in ourselves. 暗过特别写真的美伊落台原因之一，就是党内对脱欧的问题意见无同。伊头Johnson呢是一个伫国会无过半，对外有工党咧竞争，对内有派系分裂的保守党。当然，Johnson是毋是当伫咧10月31和脱欧达成目标，都爱去看因之利海峡对话的面色。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nd difficult issues to tackle together. We have challenging times ahead of us. 来自德国特别接任欧盟执委会主席的范德赖恩和地主法国总统马克宏表面上拢对Johnson当选党主席表达恭喜，但是英国学者指出，德国和法国都是欧盟内部英国上需要突破的障碍。I suspect to the most powerful leaders of the bigger countries within the EU, France and Germany in particular, try to get them to accept that he's serious. 英国另外一个对外关系的难题，就是挂英国国旗的瑞典邮轮斯丹纳帝国号，前2天和伊朗革命卫队扣押，来保护更较早进前英国执行联合国制裁令，阻止伊朗的邮轮去中东。Whoever starts a conflict, whoever starts tensions, whoever starts a war, will not be the one who ends it. Johnson 伫咧上任进前，就互伊朗甲限制脆皮。英国国内和保守党内嘛有搁较侪代志等伊去解决。因为美伊内阁有真侪重量级的大臣请辞。BBC 的报道讲 ，Johnson 一定爱大幅度找新人，或者是互捌离职的政务官搁转来，要安怎面对种种内外的挑战，拢无参像伫咧演讲台顶讲话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非洲日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仔邀请各部会来举行会议，也讲到东南亚疫情一直拢是压袂来，亲像辽国甲柬埔寨因的情形甲中国同款，拢无对外来公开，需要小心细腻。另外，罗西亚同齐发生着非洲地震甲口地亚，5月底开始着班机来直航台湾，手关行李也爱100%检查。
非洲猪瘟疫情源伫东南亚一直拓开，越南已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通报发生4420例。不过，人均的了国家干部制在第一波通报了后就无更新。农委会认为，这两国家中国同款，疫情无透明，因此边境的控管是由原委员来放松。更无法去预测，就是有关它的旁边的泰国或者是缅甸的这些国家是不是已经处在危险的状况之下？特别是手提行李的部分，绝对一定不能松懈。尽管未放松，不过也是无细腻的出现无检查到的情形。俄罗斯即阵同时发生非洲猪瘟，也有口蹄疫情，并且伫5月底有直航班机来到台湾。不过应变中心一开始并无掌握，一直到7月19才宣布俄罗斯来班机手关行李嘛要落实100%的检查，加速第11个实施的国家。大家知道，其实是一个滚动式的检讨，那我们会不断的在找有没有漏洞在哪里，有没有哪里我们应该在补强的。那是经过盘点之后才发现，其实俄罗斯在今年开始有直航飞机，那其实也应该纳入100%的检查。农委会继续伫边境要查猪肉制品，中国产品验出非洲猪瘟阳性的案例，在7月又开始增加，数字无减少，反倒更增加。有学者怀疑有可能发生第2波疫情。另外，为了强化口蹄疫的防疫，刷来也加强人员管制，边境也增派323位保全人员取代警力特群。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天下父母生，不过一个医生有影无正经。伫咧桃园八地有一间诊所，互民众来举报，讲共吊的大肠竟然是过期的。不过，这个护理人员说讲是无问题，顶头的日仔是写互卫生局来看的。卫生局也去检查发现，讲诊所内底有36项药品也拢过期，依照法律对这个诊所负责医生该罚11万。提出过期大肠的相片，还有一段抒情的录音档。这有点过期呢。可是没有关系啊。哦，没有关系。好，因为他这本身他就是要印给卫生局看的。桃园市议员简志雄24日开记者会，表示接到民众陈情，去北地区诊所看医生，竟然被吊2016年底到期的大肠。护理人员煞回应讲，有问题会去诊无，标签是互卫生局看的等等。简志雄要求桃园市卫生局应该要加强稽查。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诊所它的用药到底还有多少过期的药品？第二个是说，这个我们桃园市辖区内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一个诊所都有一个过期的一个劣药？针对诊所注过期药品的案件，卫生局派员稽查发现，除了葡萄糖、地化钠注射药过期2吨外之外，诊所内面还有36项药品嘛拢过期。除了全部封存之外，处护理人员停业2个月，嘛依法对诊所负责的医师加罚11万。过期就是不对了哈，这个药品过期以后仍然在做调剂的行为，这个确定就是一定是违反那个相关我们医疗法规的各项的一个规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哈。卫生局加强稽查，表示讲提供过期的药品都是唔对，医疗院所应该将药品全部做册列管，若是到期都要换掉。使用过期药品唔乃减少药效，嘛有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疑虑。提醒民众看医生的时阵，要加注意药品外包装的有效期限，提升自我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接见到日台交流协会会长戴桥功夫，希望深化甲日本的关系，为着 CPTPP 的谈判来做准备。陪同的外交部长高桥摄也甲这个外宾来讲到，出访的这个成果，也互走私粉的代志来看过啊。总统蔡英文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会长戴桥功夫，表示戴桥已经是老朋友，近来访问台湾14届，对台日关系真用心，嘛对日本加多动画被放火的案件表达哀悼之意。说落来，伊继续深化和日本的谈判关系。展望未来，我们会继续深化和日本的伙伴关系，也会为 CPTPP 的谈判做好准备。希望在大桥会长的协助下，这些重要的合作都能够持续的往前推进。前2天，立法院3读修正通过海关进口税则，降低部分日本产品关税，希望会当增加咱国家日 CPTPP 的谈判条件。陪同接见的外交部长高桥摄是伫会前开讲的时，甲对日本来访问的来宾无奈表示，这届出国访问的成果和走私粉的事件冲淡去。外交部没有人来上面，
出访是安排的非常的顺利。那在国内也获得很好的这个评价，但经过这项事情，就让出访的这个成果就被冲淡。赵淑芬案直直看，民进党主席杜英泰以口体来形容，强调一个拢袂当轻放，民进党就是要拍拼清查过去的积弊。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借口，只有把这些清除完了之后，才是我们真正落实到整个社会形式上跟实质上的转型正义。所以这个是政府要努力做到的。淑芬案先是冲击到选情，影响执政。杜英泰表示，全党拢真细致，短时间内看袂出冲击，但是人民的心内拢期待会当看到真相，希望全部清查拢总照法律来办。记者综合报道。当时基金会批评机场的免税分一直拢是用合法来暗砍非法，但年大约有1500万条的分自咱的机场扎入来，而且这个数字是甲入境的成年旅客总数是同款的。对机场扎回来的分扣税是扣袂到，也无法度来防止分害，建议政府爱修法来废除机场的免税分。民众出国的时阵，有的人拢会伫机场免税商店买免税的分。照规定来讲，每一个人限制买一条。啊，毋过最近国内免税分品总共卖的量，逐年超是1500万条，甲入境的旅客总数差不多。等于讲全国有食分甲无食分的人，大家拢上少炸一条免税的分入来。全世界只有台湾这个国家可以出境的时候订购免税烟。入境的时候再取货，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的所有的政策都在鼓励助长，我不敢说图利，但是都在鼓励助长免税烟商。当时基金会批评，机场免税分的制度长期以来已经变做用合法来暗砍非法，变做分害防治上大的问题。来看新加坡完全禁止免税的分入境。违规的人可能要罚钱，但是炸伤济的人，该面对有期徒刑。香港甲澳门嘛，敢若会当炸19支家己使用；澳洲甲纽西兰嘛，敢若会当炸一寡分家己用。违反规定，除了罚钱以外，上当个会当判有期徒刑3个月。财政部去修改烟酒税法，把整个免税烟这个制度，因为没有道理，特别是一个对健康伤害这么大的一个商品。然后让它免税。学者指出，台湾免税分的问题，甲即卖法令执行无妥当，造成台湾免税分卖的量占全国总分品卖量的10%，等于讲每10包分内底就有1包是免税分。啊，若是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超过新台票150亿的免税分，都机场砸入来。民间团体是强调讲，机场的免税分是政府损失税金，民众是损失健康的相似局面，政府应该按修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市中心有影歹停车，停无位有影是心狂火道。台中市交通局配合着电信业者，伫台中市区重要的路段装备6000粒的地磁感应设备，希望减少找车的时间来改善空气污染。另外，伫台南以及着台北，拢有类似的系统，拢是希望会当来解决找车的问题。工作人员伫咧停车格面顶倒一粒一粒黑色的气体感应器，伫咧面顶的 parking 个地图，青色的表示是4颗位啊停车格的数量。根据导航驶过去，真正有2个停车格。这是台中市交通局甲电信业者合作，伫停车格倒气体感应设备，用 NB-IoT 即大物联网的技术，提供精准的空的停车位的资讯。有部件地磁系统的车格里面。那在赖上显示就会变成是红色的，那如果是没有车停在上面的话，它就变成是绿色的。那省下时间10几20分钟应该都有可能啊。目前伫咧全台中市文心路、公益路、中滨南路、民权路等60外主要路段，总共有到5894个气体感应器。民众拍开手机定位了后，会当来找剩的车位。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预计找车位的时间会当减5分至10分。驾驶嘛讲，伫正歹插车的市区，这个工具真好。是找个位置啊，可以快一点知道位置在哪里。要看它的精密程度，然后也要看它的感应的部分是放在哪里，然后是不是有一个系统可以管理到台中市大部分的地方的路边停车。这套设备伫其他县市冇试办，不过台中市是全国第1个专区完整来到。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甲其他智慧停车系统比起来，气体设备的成本是较低。若是台北市是办公大楼透过网络平台来设共享车位，台南市甲科技业者合作设智慧停车条，结合停车位的资讯甲收费的系统，就是希望讲会当解决民众停车的需求。
麦当减少驾驶找停车位无彩的时间，还佫有制造出来的空气污染。记者综合报道。一部纪录片《无美录》是伫台南后壁翕的，也因为这个所在人口老化愈来愈严重，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1/4，搁再加上地方卫生所医生退休啊，已经找了2摆，拢找无医生要来，敢若会当请外地医生来支援。也因为路头伤过远，看诊的时间也缩短变半工，影响到居民医疗品质。台南后壁老大人下晡时间一个接一个按说要去卫生所看病，毋过煞拢互请转去。啊，请若无医生啦，退休啊，应该搁转医生来啊，对啊。退2个月啊。原本后壁卫生所每礼拜1到拜5规工拢会当看诊，毋过6月初10了后，医生退休，目前无医生，干会当靠外地医生勉强支援再去看诊，下晡就爱休困。周四上午看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就不方便。嘿，我得爱赶时间来，早上要赶时间过来看这样子。该先看免样啦，无我拢爱去到嘉义啦、新营啦，啊无就去柳营啦。后壁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占总人口1/4，其中17%是85岁以上有10外人，所以去卫生所看病大部分拢是老大人。佮加上上近的医疗院所爱坐车8点钟，过去一天会当看诊50-60人，庄卡的大众运输无方便。有的人是叫拄好要出门的朋友斗载，有的是家己骑脚踏车20分钟才来卫生所，煞无法度看诊。卫生所嘛真无奈，因为2届公告要因医生，毋过煞拢无人要来。我们其实大概5月底那时候就有公告说主任要退休，大概5月20左右。但是因为征才的话，就是主任退休，因为有一些流程要跑嘛，那大概是6月那时候就开始征才，但是因为已经征过2次了，但是都没有人投件。若是欠医生，药师嘛做伙退休。民众摕药必须爱另外找药局。台南市卫生局表示，欠医生的卫生所毋若后壁，有诶佫欠要1年外。毋过后壁看诊的民众是较侪，所以嘛较着急。希望讲有热心的医师愿意来增加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伫台东南市的野游国小，因有一个团队号做小飞鱼展演队，为要参加波兰举办第27届国际儿童艺术节，因也有影无简单，募款着320万。想要到在21开播迄天，发生着中国嘅主办单位来施压，甲这个古车旗交互囡仔。好佳在咱家己有炸国旗，因也唔肯让步，也是有坚持。落尾小飞鱼展演队也炸着咱的国旗来出场，成功的表演也是上好的国民外交。南市小飞鱼展演队为着去波兰参加第27届国际儿童艺术节，事先为着装出国的320万旅费，四家的募款，真无简单才装着经费。出国进前45个学生先伫岛上公演，完整展现南市原住民传统舞蹈，乡民拢甲因拍扑啊。19小飞鱼展演队欢喜摕国旗顺利去波兰，但21暗开幕出场，主办单位煞甲5,000旗交互野游国小的囡仔，但囡仔拢拒绝，坚持要摕咱国的国旗出场。经过领队甲波兰大会抗议交涉，最后同意摕咱家己的国旗出场，囡仔拢真欢喜。后来我们的小领队说，他有去请示大会，大会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挂5星旗，但是我们全部人都不同意，我们说我们只能挂我们的国旗，不然要退席啊。尾仔学校私底下了解，是中国大使馆捌甲大会观测，不过校长讲，囡仔的心情无受到这件国旗事件影响，尤其是囡仔穿丁字裤就台真专业的霸气演出，互全世界知影台湾有这么特殊的南市原住民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长江望落雨，乞食望普渡。这个中原普渡伫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旧历7月上界重要宗教风俗。对着时代的进步，这项文化也愈来愈多元。伫咧嘉义地头，这段时间拢有举办相当热烈的活动，要互民众伫咧旧历7月时阵，会当更加了解地方的文化。
将红仔穿伫咧身上，结合川剧变面的元素，用人和红仔结合做伙的方式演出。嘉义城隍庙伫旧历8月初1下晡2点开始，要举办城隍夜巡的活动。庙方毋但邀请真侪艺文团体参加，并将各会当利用纸做的枷锁，体验上有特色的夜祭仪式。有一个台湾狮500公分的一个大型的狮头也即将在我们的夜巡诸罗城今年来家亮相。除了嘉义市有闹热的宗教活动之外，嘉义县对旧历6月27开始，布地过9的建德宫上大兴艺术连续3天的火灯夜巡开始一系列的活动。接落来，旧历7月18的民雄大树爷彩街和7月21开始的文化节，为嘉义县带来上有特色的新规团旗。这几年一直推动下来，更多的年轻人及一些旅外的一些乡亲都会回来我们村庄一起去完成这个共同的使命。过去对这个7月都或许有一些禁忌，但是现在这种开放的社会我们就把这些祭祀的活动保留，另外加入一些特别的元素，让这个活动就是说在宗教文化艺术方面有一些突破。嘉义县市对旧历7月开始，以当地宗教特色举办一系列的活动，结合创意、美食和文化，要让旧历7月鬼门开的传统风俗变成提供在地特色的观光话题。记者综合报道。火车若过邦寮，就当看到悬悬的山，阁有清亮的水泉，更加有翠青的山岭。自深的代替列车长马世俊来表示讲，南火线是伊心目中上界水的铁路风景。马世俊也伫邦寮来举办摄影展，用镜头来记录铁路的风景，也用相片来写南火线的历史。一边有山，一边是海，火车对着美丽的海花，走遍规台湾。伫代替服务的资深列车长马世俊，当年对着火车世界走，伊讲南火线是台湾上水的铁道路段，有上迷人的车塘风景。执行勤务的当中，我们偶尔会看外面的风景，尤其是南回线南回线从枋寮开车之后，我们不仅会看到壮丽的海景、秀丽的山景，然后更可贵的是，可以看到很多迷人的窗景。马世俊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家，伊伫邦寮的摄影展80几件作品，毋但有台湾的风景，更加有代替人认真做工课的身影。我们会看到很多同仁会利用列车没有行驶的时间，或甚至说是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努力在工作，为了维护列车行驶的安全。为着要翕南回铁路，马世俊有当时坐车，有当时骑车，甚至是用步练的，行到拢无砖头的摄影点，伫咧荒郊野外等待火车，拄了网通真济，有当时佫会拄着高山来乱。用镜头来记录铁道风景，马世俊愈翕愈入迷，伊要用相片来写南回线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4个介意摇滚乐的少年家，合作适用武术，从熟悉到做伙组团，到险的解散，到今也为着团圆大家人的梦想，继续来打拼行落去。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也在今仔日暗时10点，要带大家来看因的青春美梦。邵阳武术2014年伫咧高雄成立，上开始因为团员本身的乐团拄好拢解散，但是因无想要放弃音乐，才决定重新组团。行到今仔日，因已经出过2张台语专辑。差不多伫咧7档前吧。忽然间有一天，阮的乐团甲阿峰的乐团的拢解散啦。我就跟甲阿峰2个人想讲，无咱2个人来做伙写歌试看卖。我就咧写旋律，阿峰就写歌词。除了练团，实用武术的团员拢有家己的工课爱无闲，拍拼伫咧兴趣和生活中间找到平衡。伊嘛伫这过程当中发现，做音乐上学克服的其实是市场和环境。做音乐本来就是足困难的，尤其是台语。我上介意的乐团就是灭火器。我想要把这种重金属朋克摇滚这种曲风的元素，敢会让甲流行音乐有一个融合。
但是因嘛不因为意见未合，险啊改善，加在经过冲突和沟通，一切拢已经过去。未来应该想要做伙行伫咧各大表演场地唱家己的歌。若是讲有机会过来棒球场表演，就是像即阵的梦想共款，会使徛伫红土唱歌哦，规场满场的人听。通过真正训练甲拍拼，实用武士阁要继续带互歌迷更较丰富的音乐来实现家己的音乐梦。记者陈怡珍、柯宏耀采访报道。这位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也感谢今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工作时间，咱再会。